大家好，嚟到名家給力場環節。今日嘉賓有陳建良 KL 同我哋分析下啦，美股同埋港股出現調整嘅原因。投資者又應該要點樣去應對呢？ Hello KL 你好。你好，大家好。港股延續上日美股跌勢，恒指後越跌越多啦，跌幅逼近600點㗎，都再次逼近翻今年以嚟個交易區間下方嘅水平。今日跌市都幾全面下啦，其實而家指數又跌2%啦。藍籌股當中，科網股繼續都係弱勢啲，但係啲重磅舊經濟股一樣都係捱沽啊。國際金融股啦、中資金融股、中特股幾乎都係要全線跌。究竟即係 KL 對於今日跌市啦，有啲咩睇法先？其實同上個星期都係冇乜大分別，即係我覺得即係2月就係比較危險，因為你1月始終係升咗2000幾點先。咁你2月你要調都好正常啫。如果唔調，你仲驚添係嘛？唔調就即係個市就係一個即係一個相當消耗性嘅上升啦。咁所以而家調整基本上都係，我覺得都係正常嘅。咁但係你要即係任何一個市場都好啦，無論參考全世界好多唔同嘅一啲市場，其實咧都係要靠一啲增長股咧去到最終係帶動嗰個股票市場上升嘅。即係你冇理由下下都係靠個股市平去上升。咁你下靠股市平去上升，大家喺2022至2024年嘅港股其實都經歷過啦，其實都係即係升完又會跌翻，升完會跌翻嘅。咁所以2月喺前半部分咧，你見到其實科指咧一路都係唔係好推動到個大市，係靠咩保險股、三桶油或者即係其他一啲部分嘅弱股去推升，係嘛？咁但係咧，你最終你一啲大型嘅科網股咧係推升唔到個市場嘅話咧，其實最終都係捱唔住嘅，我覺得嚇。咁所以咧我自己就覺得咧就呢一次調整會比較深啲嘅，呢條調整會比較深啲。我諗會最少啊，我覺得係應該會調到今年啊，如果以恒指嚟講，應該係會調到今年年初第一日一開始嗰個價，即係個低位即係今年個低位，應該我覺得應該係要跌到嗰個位先有機會會彈下啦。先有機會彈下，咁所以就係啊，同埋我覺得最尾嘅中特股啊，或者人壽啊嗰啲，其實即係壽險股嗰啲，應該都係要全部都係回㗎啦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喺餘下嘅時間啦，我相信起碼喺第一季之內啦，第一季之內，我覺得第一季之內咧應該係會跌穿今年年初個低位嘅，如果以恆指嚟講，亦都唔會升穿1月尾個高位嘅啦嚇。咁所以就唔可以，都係同上個星期講，都唔可以話太過即係樂觀咯嚇。咁科指首先跌穿咗先啦，係咪先？即係你都見到嚇。咁所以其實應該就同上個星期兩個星期嘅睇法都係差唔多。係啦，咁距離真係踏入馬年啦，剩翻就大約係即係如果過埋今日呢半日市啦嚇，得翻就大約1日嘅時間左右嘅啫。咁下個禮拜過年啦，今日個調整其實同假期氣氛有冇啲關係喺當中咧？因為其實見今日半日成交就大約1280幾億左右啦，嚟到下晝大約2點鐘啦，都16億嘅啫。係咪好似乎假期前大家都準備收拾心情唞一唞啦咁？而且啦，近排咧近年嘅北水缺席之下咧，港股好多時候都有反彈機會嘅，有冇機會見得到啊？我估未必會喎。係啊，我都係覺得其實北水缺席就成交低咁係好正常啦，係咪先？你少咗個 participant 啊嘛，係嘛？少咗個 buyer and seller，你一定係會少咗噶嚇。咁所以我自己覺得就同北水有冇缺席咧，同個市場會升定跌咧，其實就我覺得個關聯度就唔係好明顯嘅，同埋好多人都即係好集中睇即係會唔會開紅盤或者點樣係嘛？咁其實我覺得係咪開紅盤就唔係個重點嚟嘅，係嘛？咁你開完紅盤跟住佢陰燭跌落嚟，咁你覺得係算唔算開紅盤係嘛？又或者佢低開跟住抽翻上嚟，咁成日就唔應該即係係咁嘅睇法嘅。我自己覺得依然都係咧，你一日嘅市況，其實你攞個彩數攞個意頭咁就梗係冇得講啦。不過我自己個人認為就係
今年第一季應該唔似會再創出今年嘅新高㗎啦嚇，應該一月頭個高位咧都唔應該會咁快會升得穿，甚至可能會比較長時間都唔會咁快升得穿住，我覺得嚇。係啦，咁啊，除咗睇我哋港股之外啦，咁啊外圍方面美股又係點咧？因為近排都回咗唔少落嚟啦，琴晚美股都係要跌市嘅。市場似乎就歸咎於對於 AI 代理嗰個憂慮蔓延啦。咁究竟美股由 AI 推動嘅幾年牛市，係咪真係又會由 AI 去觸發去調翻頭？我哋叫做成也 AI，敗也 AI。我哋應該點樣去研判成個行業今年嗰個發展去向？咁任何一個即係市場嘅熱點都係咁噶啦，即係用嗰個原因推上去，用翻同一個原因推翻落嚟。咁我相信咧今年咧主要我覺得尋日 Google 發啲即係嘗試發一啲100年嘅債券咧，其實就即係個市場就係、我覺得都係一個幾泡沫化嘅程度。你唔好忘記喎，Google 唔係一個國家嚟嘅，Google 係一間公司嚟嘅嘛。咁你100年嘅公司點可以？即係你而家今年發一個100年嘅債券係嘛？咁都幾誇張下啦，係咪先？都冇乜幾多個國家發到100年嘅債券啦，係咪？咁其實都係一個泡沫嘅徵兆啦。咁另外就係咧究竟個市場究竟係認為究竟 AI 嘅情況咧係首先會令到好多嘅企業會 cut 咗人手，令到嗰個經濟嗰個需求變差先，又或者令到一啲軟件嘅相關部分變差先啦，定還是係增加個 productivity 先嚇？咁似乎而家個情況，我自己覺得就美國經濟轉差嘅速度，雖然啱啱公布嘅就業數字就唔係話太差，不過我覺得美國經濟轉差速度應該係屬於快嘅喎，係屬於快嚇，所以就唔好即係點講？唔好覺得 AI 就一定係帶來淨係 productivity 咁簡單咯。即係其實佢實際上係影響緊好多即係實體經濟嘅一啲影響。咁呢個所以就美股我自己認為啦嚇，我其實唔係太睇好嚇，唔係太睇好啊。無論你係 M7又好，甚至我唔係 M7啦，咁咪睇剩翻嗰493隻啦，或者睇啲即係羅素2000咁樣樣，我就覺得唔好咁進取啊！美股今年啊，似乎美股係應該係要傾向跌嘅機會比較多啲。係啦，都即係問埋 KL，其實另一個都係關債事啦，就係隔晚咧美國嗰邊都有個30年期嘅國債拍賣噶嘛，咁個反應都幾熱烈喎。點樣分析咧？我哋嗱，其實咧過去嗰應該叫9個月啦，6至9個月。咁你知特朗普佢嘅政策都係一來就係要印錢減息係嘛，二來就係東征西討咁樣樣係嘛，搞到啲人咧就係有少少擔心買美國國債，甚至有啲歐盟咁樣，喂，我抵制你啦，唔買美國國債，我沽翻出嚟添嚇，我唔要你買美國國債。咁啊，大家對美債咧係非常之悲觀，同美元都係非常之悲觀。雖然我可能覺得長期都係正確嘅呢個睇法，但係你知道一個長期嘅睇法咧係唔可以日日都係嗰個長期㗎嘛，即係你可能一個可能有1年半載係調翻轉頭行，其實係好正常。咁你見到其實好多人都沽空咗美債，TLT 嗰個沽空數量係相當之大，但係頭先提到咧，美國可能係出現一個經濟唔係咁明朗、唔係咁理想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係嘛，即係俄羅斯又即係唔知係咪真係講係重回美元體系啦，甚至中國啊，係嘛？中國竟然要出口叫啲銀行咧要留意自己嗰個美債嘅倉位，咁正常點解要無端端要留意咧？係嘛？咁有啲人就解釋，即係叫你唔好買美債咯。咁叫得你唔好買美債，即係其實佢哋真係想買美債啦，係咪先？咁即係其實美債有需求喎，係嘛？有需求喎。咁所以咧，大家睇淡美元同美債，睇淡咗9個月之後咧，我覺得唔應該再睇淡咯嚇。甚至我見有啲即係一啲叫做同業啦嚇，我覺得佢哋太睇淡美元得滯啦嚇。甚至一啲好大嘅即係。社會我都參加好多唔同 seminar，好多人睇淡美元，基本上冇人睇好。咁我調轉頭，
我反而今年應該我覺得要睇好美元嚇。咁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又唔應該對港股或者唔應該對美股有太大嘅好處，反而你應該要睇下美債咯嚇。咁如果咁嘅話咧，咁可能黃金啊、白銀就應該個頂就唔會咁易穿嘅咯喎嚇，即係應該唔會突然之間，即係前一排我都聽到啲訪問，唔同嘅就話一定要投資嚇，唔好揸住 cash。又話有啲話錢咧，就其實唔係錢嚟嘅咁樣。其實我懷疑今年 within 今年之內，應該會出現新聞標題係 cash is king 啊，我覺得有機會出現呢個情況。咁所以就係咯，即係經過1月抽咗一轉上去之後咧，其實係應該起碼我覺得去到今年年中前嚇，都應該要相當。係啦，KL 最後少時間問埋你啦，因為其實頭先都睇得相對悲觀啲嘅，我哋港股整體市況，第一季可能都會穿翻即係年初嗰啲低位，去翻26000樓下啦。嗱，咁見近排呢啲即係細隻啲嘅上市冇耐啲半新股，尤其啲 AI 應用股啊，其實佢哋都升得好勁啦。近排有 C-Dance 2.0等等出到嚟，好受大家歡迎喎。嗰個分野即係有啲本身好大隻嘅勁嘅，就反而落咗嚟，啲後起之秀又好勁喎。點樣分析咧？我哋？嗱，我諗咧，你如果大家有仔細留意咧，其實大約1年前咧就出現咗 DeepSeek moment 嘅，係啊，咁咧就即係大家突然之間覺得咧，中國終於都做到個 model 啦咁樣嘅，之前覺得唔得噶嘛，咁咧就即係基本上係成個市非常之興奮嘅嚇。咁但係其實最近就出咗 C-Dance 啊，咁如果有留意市場嘅話，其實都 C-Dance 其實係有好大回響㗎，即係嚇親好多做 image generation 嘅，覺得 model 咁犀利嘅，係嘛？噏幾句佢已經可以 generate 一段比較長嘅片嚇，咁同埋都好象真度都相當高嚇。咁但係完全個市場反應係相反嘅喎，冇任何興奮喺個資本市場嗰度咁點解咧？我相信係因為我覺得中國嘅科技股亦都解釋點解中國科技升唔到嘅原因，就係因為我覺得市場開始覺得中國嘅科技股，或者甚至一啲 AI model 嘅部分開始出現內卷嚇，咁咧就我相信遲啲會蔓延到芯片股上邊添嚇。咁如果係咁樣情況嘅話咧，其實就對個市場不利，即係開始出現競爭，開始出現競爭。咁同舊年一種技術由冇變有，由有變多，你知道內地一變多一多就好犀利㗎啦嚇，非常之多。OK，咁呢個我覺得就係非常之小心咯嚇，咁所以今年甚至我覺得有啲細嘅model 或者 A 股份抽得好勁咧，其實我懷疑係一浪嚟嘅啫，一浪，跟住咧就有機會要回翻都幾深下。如果個市場係唔係咁理想嘅話，咁所以如果真係搭順風車，咁當然係值得高興啦嚇。咁但係記得都要即係適當嘅時候都要考慮下要落車啦，即係即係唔好真係諗住 rocket to the moon，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到呢一樣嘢。好啊，我哋呢一節啦都唔該晒 KL 幫我哋做咗咁詳細分析嘅，名家急力場時間到呢度。